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礼拜进前，咱先来练习，咱这摆礼拜中所要念的圣诗吼。今日这三首的圣诗，咱应该是拢常常咧唱，古圣诗嘛有，应该是大家拢足熟的吼。我就无搁介绍首先来看圣诗第119首，119首，上帝惊基督吼，上帝惊基督。咱练习的时阵来唱第1段、第2段、第3段，甲第5段，拢短短啊。上帝惊基督，应罪万福源头，常常是阮所好，亲像无水长流。望我的心赞，我的嘴将笑我救主恩惠。上帝慈悲仁爱，永远拢无变换，一定万般相随，热心无路上挂。咱人相比因较亲，应该感谢因发热心。昨我无地无食，离开犹阮远，耶稣免惊恐吓，找我带我倒转，伊若无会放杀家己，救我灵魂永远无死。第5段，救主放赞有志，予我会行好事，有当甲我徛起，应做心心的主。我要风采日日困困，无用尊名学路大运。好，来看圣诗第185首。185首是造化的神伫早时。这首圣诗咱练习第1段、第2段甲第4段吼。造化的神伫早时，建立这世界坚固地基，由你来
永远尊贵无尽名声，为你全力替百姓存命，愿用光辉成行耶稣，为救世的人类受苦，永光也归你为作者，历史永远丰盛活命。这首诗歌等者咧吟的时阵爱唱阿门。啊，刷来看圣诗第624首，624首是耶稣摇带路，耶稣摇带路，咱来练习第1段、第2段甲第4段。耶稣摇带路，到天东门口，路虽然凄凄难行，愿要坚心好打真情，愿自春秋看，交作家平安，天路虽凄冷。对着水向明，不准骄志行兄弟愿，不准信心不忘离愿。对着水真多，交作家恩惠。第4段，耶稣摇带路，到天东门口。一定救主遥远之时，常常安慰夫妻和平，互愿分担高，点滴去白头。好，今日的经诗就到这，谢谢。请大家闭眼心来敬拜上帝。
来啊，咱来唱歌，学了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做伙来吟诗、圣诗119首，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起立来吟。请咱犹原徛伫，做伙来祈祷。慈悲信实的天父上帝，阮学了你，你是创造天地、疼同世间人的主。阮感谢你，你为着疼阮，差遣你独生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借着伊的十字架救赎阮，担当阮的罪，互阮得到赦免。因为阮听见福音。信靠基督，就领受你所赏赐的圣神，也有永远活的愿望。当阮为着家己的软弱来认罪，有时骄傲自大，看人无；有时自私自利，顾家己无关心别人。求你赦免，互阮重新回到基督面前，学习我靠圣神，照你的心意。疼人、服侍人，即时阮也为近日地上的灾情祈祷，求你怜悯日本地震、欧洲野火、尼泊尔冰岩崩落来做大水，甲台湾南部的淹水，求你安慰受苦的人，保守灾区的居民，赏赐气力，互救援甲重建顺利。面对气候变迁，
甲世间各地战争，求你怜悯，因带人追求和平，并珍惜你所创造的这一切。阮知阮的祈祷无够额，只是阮要照主耶稣甲是阮的祈祷文，三角来出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城，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赦免辜负阮的人，无直带阮入地市，就叫阮退迄个歹的，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50篇，启应文第50篇，以赛亚书第61章。咱做伙来启应。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伤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中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做伙来吟圣诗185首，185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请起立来吟。
请坐，做伙来祈祷。耶和华，阮至悬的上帝啊，你的尊荣甲威严是何等大！你用风做使者，以火焰做你的仆人。你掌管万有，直到永永远远。圣神亲像风过，将生命的气吹入万米。万米因为你的灵受造，地面因为你的灵重新更新。上帝的灵降临，赏赐人智慧、聪明甲目力。你的灵引带阮，互受压制得到自由，互受关的得到透白。永生上帝的灵啊，求你今仔日充满这个圣殿，运行伫阮的中间，充满每一个人。求你拄起阮公义的石心，赏赐一个柔软、敬畏你的心，互阮愿意顺服你，照你的旨意来行。愿一切荣耀、尊贵、权能，拢归伫你。阿门。三角来攻读圣经，新约加拉太书3章第1到第5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恁遮的戆加拉太人啊，啥人甲恁袂晓？耶稣基督顶世界的事，敢毋是真清楚显示伫恁目睭前？有一项代志，我甲恁请教：恁领受圣神是对守律法，还是对信所听的福音？恁哪会遐戆？恁既然对靠圣神开始，现在要靠家己的气力来完成，是无？恁有遐济受苦的经验，竟拢无路用，一定有才对。上帝赐恁圣神，搁伫恁中间行神迹，是因为恁守律法，还是因为恁信所听到的福音？下面要请耶杜顿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予伊照真明”。
这时请郑永文牧师讲道，题目是因福音领受上帝的灵。主内各位兄弟，感谢大家平安。真感谢这个耶稣顿时班早起用《予伊照真名》这首歌，引带咱敬拜上帝。这歌是美国黑人的灵歌这个 spiritual 若是咱今日若是你伫黑人的教会可能大家拢会伫遐摇来摇去这也是今仔日咱的经文真特别的所在，讲起圣神的气力圣神的气力，带有活命的气力、活泼的力量特别互人充满热情这也是咱今日要做伙思考的要紧的所在。但是圣神的气力一定爱甲上帝话结连做伙若无圣神嘛有时阵会歪曲去这是保罗伫伊的经文内底要提醒咱的。咱伫顶礼拜经文第2章10节到21节，听见保罗开始讲起因信称义的道理伫顶礼拜经文内底，伊用咱做开始重点是咧针对伊甲彼得所属的即个犹太的信徒，所以伫遐提醒犹太信徒，你嘛爱靠基督，才会当甲上帝和好。但今仔日，伊的迄个方向转到外邦的信徒，一开始就讲恁恁，而且佫甲对象点出来恁遮的加勒泰信徒，佫加一个戆加勒泰人所以用指责的方式，伊要邀请外邦信徒嘛来思考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甲上帝和好即个道理真要紧，对外邦信徒、对犹太信徒拢共款，拢适用伫讲即个道理的中间，保罗嘛延续咱对第1章开始，咱会记得保罗伊的思考是足一致的咱会记得对第1章开始，保罗就照用迄个犹太人天启文学迄种2个世代的概念迄旧的世代已经过去邪恶的世代已经过去，当咱要进入新世代迄个旧甲新差别伫倒？迄个关键就是弥赛亚已经来特别耶稣基督受定伫十字架，已经带来新的时代。保罗的心目中，这加勒泰这外邦信徒伫新时代，因经验的是甚物？真特别，就是圣神。所以保罗今仔日头一摆甲圣神这个主题带入来，伊咱讲诉求加勒泰信徒倒转去思考，恁敢无体会到圣神的经验吗？那安尼，恁敢无要做伙行入去新时代吗？这是保罗今仔日真要紧的提醒。然后咱今仔日读1节到5节是短一个导言尔因为第6节开始，这开始是规段的论述，后礼拜咱才会进入这个论述。这个论述就是进入亚伯拉罕的故事。保罗咧讲起信心的时阵，是安怎来将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带出来？后礼拜咱要讲到这部分，这真要紧，因为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就是讲，因为伫耶稣基督的新时代，所有的人，不管外邦人、犹太人，拢要成做一个新的大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是一个单一的家庭，无搁分彼此。而且旧的犹太律法，就是古早迄个奴隶的时代所代表的已经过去当新的时代要来，这敢若伫亚伯拉罕的迄个故事，讲到犹太人伫旧约的故事的时阵，
迄个伫埃及受奴隶的故事，因为搬过节就结束啊。搬过节带来出埃及新的事件。对保罗来讲，耶稣定十字架嘛带来基督教会新的时代。所以伫遮，伊要求加勒泰信徒，你爱做出决定，你要阁继续转去做奴隶，还是要进入自由的新的时代？这是咱伫加勒泰这张批内底一直咧读真要紧的道理。咱来看今日的经文，第一节伊就讲起耶稣基督会定十字架死的这样代志。咱会记得这甲顶礼拜第2章最后一节，最后的部分是结连的。顶礼拜咱读到2章20节讲，伊疼我，为着我放杀性命。就讲起顶礼拜咧讲对犹太人咧讲起耶稣基督的价值的时阵，讲伊咱着爱甲伊同死同活的时阵，讲起耶稣基督的死，伊为着咱放杀性命。今仔日保罗嘛为遮开始对外邦信徒讲：恁敢拢袂记得我讲的故事吗？捌甲恁讲过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代志，恁敢袂记得啊吗？咱知影外邦即个加勒泰信徒毋捌看过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因无咧耶路撒冷，无咧在地。但是保罗去到即个外邦的世界，每一个所在伊拢讲即个故事，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故事，伊一定足清楚伫遐描写迄个过程，敢若画100度互因看。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咧问讲：恁敢袂记得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样代志？我甲恁讲过，恁敢袂记得？啊，恁知影即个故事，恁敢就袂记得迄个真理吗？福音的真理是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新的世界开始啊吗？咱知影比赛亚定十字架这样代志，保罗真清楚看，甲咱带出2种无共款的态度。咱若去读哥林多批信就知影，伊讲耶稣基督去用定死，伫人看是见笑，伫人看是见笑，但是伫信的人看是上帝大快乐。所以保罗用这个做诉求，咧问外邦信徒，特别讲这戆加勒泰人，恁敢袂记得我讲的故事吗？而且咱看见伊2解用无知还是戆来指责因，迄是伊真强烈的一个回应。伊感觉真困扰，恁这加勒泰人哪会袂记得耶稣基督的故事？敢讲恁去互即个魔神甲恁骗去啊吗？保罗伫遮描述敢若讲有迄个巫师巫师甲恁下咒语，恁全毋知影人去啊？还是有学者讲这咱若想象伫中东的世界，中东世界真出名的一个传说，就是迄个讲邪恶的目睭啊，evil eyes。咱若去土耳其啊，去迄个中东的世界去旅游真侪人拢会买迄个纪念品，就是一个足大粒的目睭，邪恶的目睭，做礼物，因为会当辟邪，去辟邪，真侪遮个土耳其人用迄做会放咧厝的门口要辟邪。但是你个故事背后就是讲，有一个邪恶的溃烂，互你看袂到真相。保罗伫遮问讲：恁敢真正看无吗？耶稣基督去用定迄个图像，敢毋是足清楚显示伫恁目睭前吗？保罗安尼问因。然后进入第2节，保罗讲：我甲恁问一样代志，有一样代志，我甲恁请教。爱讲一样代志，其实你规段咱今日规段读，你知影，保罗拢问6个问题啦。但是6个问题拢
拢是有共款焦点的，拢是咧问你是要信神，还是要守律法？即6个问题，头一个就是讲，谁人甲恁迷惑？接落去讲，恁领受信神，是因为信福音，还是律法？然后讲，恁敢真正遐尼戆？搁落去讲，恁用信神做开始，要靠家己的气力来结束吗？搁落去到第40讲，恁受遐尼济苦，点拢无路用吗？到最后，搁问共款的问题，搁问一解：恁上帝互恁信神，是因为恁守律法，还是因为听到福音？6个问题，其实同一个啦，同一个问题。同一个问题是问啥？自从我开始将福音带到恁中间以后，恁中间发生遐尼济代志，是安怎来的？有一项是因为恁守律法来造成的吗？咱知影即个修辞的问题，答案当然就是讲无，毋是。若毋是是啥？若毋是是啥？咱知影答案嘛足简单，就是圣神。圣神，因为圣神降临伫恁中间，恁才会经验到遮做的代志。所以领受圣神真有意思，伫遮有一个新的意义啊！领受圣神，那亲像就是讲，甲上帝和好，成做基督徒，代表即个意思。恁领受圣神，就是讲恁已经成做上帝囝儿，做基督徒啊！咱会记得彼得的经验，彼得互圣神甲伊安尼邀请去到哥尼流因兜，对这外邦人哥尼流甲伊的家庭宣扬上帝福音的时阵，发生什么代志？当伊咧讲话的时阵啊呐，圣神就降临伫遐规家人身躯顶。所以同款的故事嘛发生伫加拉太信徒。保罗伫遐讲，到底是什么原因？恁敢会当倒转去好好想？伫遮保罗讲，是因为守律法，还是信所听到的福音？信所听到的福音，即字翻译毋是足好翻译，因为原文无清楚。原文敢若讲，因为听甲信，因为听甲信，到底是听甲信，还是听甲信是同一样代志？毋知影，所以翻译无好翻译。啊，咱的新翻译甲翻译讲，信所听到的福音，所以听啊着信，安尼意思是安尼。伫遮真要紧，听当然毋是咧讲听即个动作，听主要是咧讲听到什么，所以是咧讲迄个信息、福音啦，就是讲恁听到福音，然后恁就信，信嘛会使有无共款的意思。咱顶礼拜伫讲信基督，会记得信基督即字，今仔学者有2种解释，一种解释讲是因为基督的信。第2种是讲，因为咱信基督，基督的信主体就是基督，咱信基督主体是咱信基督。但是因为基督的信，咱甲上帝和好。顶礼拜经文，伫遮共款，恁听了福音，然后恁有信，恁嘛使解释讲，恁听了福音，所以恁领受基督的信，还是讲恁就发出信心，这2个解释拢会使。第3节嘛真有意思，保罗阁问因：恁用圣神做开始，太要用家己的气力来结束呢？来完成呢？家己的气力，这字原文就是杀气，就是肉体。所以伫遮保罗是用圣神甲肉体做对比，这个对比咱为遮开始一直读到第5章、第6章拢无停止。保罗一直用圣神甲人的本性、人的肉体做对比。这个讲法真有意思，因为毋是干那圣经内底安尼那定。这个伫当时的这个
即个肉体到底是咧指啥？肉体到底咧指啥？学者甲咱讲，肉体主要是咧讲受割礼这样代志，嘛会使讲是人靠家己来生活，袂靠上帝。吼，即咱搁落去第4章、第5章、第6章，拢会讲到这样代志。你到底要靠上帝生活，还是要靠家己生活？所以肉体代表的是靠家己。吼，保罗就直接问：当恁听到福音的时阵，恁就已经信啦。安尼就是圣神已经伫恁中间工作。恁靠圣神做开始，他会遐尼戆，要搁靠肉体呢？这是保罗第3节要问的问题。即种对比我感觉真有意思，因为这毋是干那圣经有即个对比尔。当时希腊哲学内底，逐位拢有听见即种表达，灵甲肉体的对比。虽然保罗的强调甲希腊哲学家可能小可无共，但是即个对比是真普遍的。到第5章，咱上明显的看到，保罗将圣神的轨迹甲肉体欲望做对比。圣神的轨迹代表新时代来啊，肉体欲望代表旧的时代。即咱敢若结论，搁来做分析。第4节保罗讲：恁受遐尼济苦，遐尼济受苦的经验，敢是无路用？伫遮受苦即字嘛真有意思，甲圣神的经验连做伙啊。加拉太信徒可能有拄着迫害，有受苦。咱前摆有讲过，伫罗马世界内底，外邦信徒其实有2种选择。伊嘛会使接受割礼，做犹太人。伫罗马帝国内底早期，犹太人是有免责权的。犹太人会使免去拜，免去拜皇帝的这个偶像，毋免参加遐个公共活动。犹太人有特权。所以外邦信徒有一种优越，讲我就选择做犹太人就好啊，安尼我就袂去互迫害啊。所以受割礼是一种优越。保罗伫遮甲因讲，恁就已经决志无要安尼行，要愿意受苦，安尼迄受苦经验敢无意义吗？保罗咧问这样代，受苦即字。帕斯卡嘛变做受难节，咱今仔受难周就是即个 Paschal Week， 就是为即字来。但是帕斯卡即字真有意思，帕斯卡即字变做英语讲 passion 毋是干那受苦尔 ，passion 嘛是热情。受苦甲热情有啥物关系？伫圣经内底即2项连做伙，真有意思。今仔经文，互咱真侪通思考的所在。恁受苦，敢无价值？受苦就代表恁愿意属地受定的弥赛亚，跟底基督的路，安尼是有价值的才对啊！这是第4节保罗的问题。最后第5节，保罗搁一摆问：上帝将圣神赏赐互恁？是因为恁守律法，还是信所听到的福音？同款的问题。头前的问题无讲到这个前提，但保罗讲出来，上帝已经将圣神赏赐互恁。赏赐这字是分配的意思。原文讲分配，上帝将圣神分配互恁，分配有迄种。当作礼物送互恁，伫罗马社会，咱前摆咧读罗马书的时阵会记得，罗马社会是一个恩庇主从的社会，有恩人甲恩客的关系，所以真侪恩人将礼物送互恩客，变做一种阶级的社会。但是保罗伫遮将即字甲转用，
上帝已经将圣神当作礼物赏赐予你，毋那呢，佫落去讲，佫伫恁中间行神迹，哇，即字嘛真特别，佫伫恁中间行神迹。神迹这是当然是咱的翻译，希腊原文是 dunamis， dunamis 其实就是溃烂。dunamis 这字咱知影后来变做英文的炸弹、火药，这个 dynamite 就是为这里来 dunamis 溃烂、大溃烂。所以圣神毋那上帝赏赐圣神，佫伫恁中间行大溃烂的代志，咱翻做行神迹，足奇妙的代志。安尼，恁要佫靠守律法吗？还是要信听到的福音？保罗最后这个答案，咱知影，佫是修辞的问题。答案嘛足简单，大家拢知影，当然嘛是要靠信心。所以咱接落去后礼拜第6节，保罗就讲，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就是有信心的人，也要成做咱的典范。这咱后礼拜要讲为遐，所以到今仔日真有意思。保罗头一届将圣神这个主题带到加勒泰信徒的中间，所以咱今仔日做伙来思考这个圣神的道理。这可能也是今仔日这段经文对咱上要紧的启发。头一个，圣神到底代表什么？圣神会出现，会当讲是救恩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来。伫旧约圣经，咱知影有上帝的神，但是旧约圣经内底上帝的神是无违假，伊一定拢属于上帝，无另外一个独立的圣神。讲到神，一定是上帝的神，所以圣神伫旧约敢若是一种溃烂，一种上帝的能力，但是伫新约开始，圣神是一个独立的位格。上帝将圣神通赏赐予人，这对咱基督徒是最要紧的道理。咱今仔日这个进入这个圣神的这个故事，邀请咱大家来思考圣神对咱的意义。确实保罗嘛讲，恁加勒泰信徒已经有经历到圣神的经验嘛。用咱今仔的话，有人讲是灵魂的经验。所以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保罗当然，保罗足清楚知影，这就是讲恁已经成做基督徒，恁已经互上帝所接纳，意思是安尼。学者 N.T. Wright 提醒咱真要紧的一项代志，伊讲圣神上要紧的，毋是伊做啥物，是伊代表啥物。这点真要紧。咱讲到圣神，可能足侪人马上想到头一项，就是讲圣神有做什么代志？可能就会想到讲敢有迄个大特别的事，有人去用医病去用医破病去用医好，还是什么人会晓讲方言？有什么神业的故事？想到就是圣神做什么？但是 N.T. Wright 甲咱讲。上要紧，毋是伊做啥物，是伊代表啥物。咱今日有圣神伫咱中间，这代表啥物？咱若将保罗伊即个时代古哪张的批信做伙看，咱知影，对保罗来讲，拢代表共款这样代志。伫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加勒泰，甲即个以弗所拢共款。对保罗来讲，圣神代表一个上帝应允的一个保证。有学者讲，这敢若迄个咱去银行买厝爱去付迄个头期款 ，down payment，down payment， 头一条钱爱先付。圣神就是迄个保证，上帝要互咱好处。用圣神的临在来甲咱保证，
所以真侪人讲这敢若保罗另外别个所在，伊用的迄个翻译讲初识的果子。咱咧修行果子要生出来时，第一批生出来果子，迄就是一种保证讲今年会好的修行，你要来啊！哦，信心就是迄个保证。嘛有学者讲是一种，互你先去担着上帝国的滋味。信心就是互你担着上帝国的滋味，这是一种先尝、先担着。For taste， 我毋知影即个滋味偌好，但是试食看卖有够好食。信心就是即个保证。咱接续读落去到第4章的时阵，第60甲第7节，保罗就会将即个意思足清楚表达出来。信心就是迄个保证的。我伫遮先甲第4章第60甲第7节。读互咱听一下，咱就了解信心代表什么。第4章第60节安尼讲，因为恁是上帝囝儿，又找伊的囝的心入恁的心，又将信心找入去，找信心入去恁的心，互恁叫阿爸爸。安尼，恁无过是奴隶，是囝儿。既然是囝儿，上帝就互恁做继承人。你看，保罗的表达足清楚啊。信心要证明恁就是上帝囝，毋是奴隶。上帝要互恁做继承人，恁要承接上帝所有互恁的应允。各位兄弟，这是今仔日经文最要紧的道理。信心代表什么？代表咱经验到上帝要互咱的应允。对加拉太信徒来讲，真要紧。安那领受信心的，因讲保罗讲，恁是因为听信息来得到。当因听到上帝福音的时阵，信心就发出来。嘛，一过来讲，信心就伫遐咧做工啊。这互咱真要紧提醒。福音甲信心是分袂开的，这也是阿伯拉罕要带互咱真要紧的一个典范。我兄弟，咱伫长老教会受朋友成长，咱一定捌听过加尔文最要紧的一个神学，讲上帝话甲上帝神做伙做工。这基督教要义第1章就讲出这个道理：上帝神甲上帝话一定做伙做工。这是信心代表的意义。其实免引用加尔文，咱倒转去读圣经，咱嘛知影，规本圣经到位拢讲起信心甲上帝话的关系。我举几个例。头一个在创造的时阵，上帝用伊的话创造这个世界，讲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话创造世界，所以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话啊。上帝是用话创造这个世界，但是咱毋通袂记得，上帝话还袂讲出来以前创世纪第1章第20讲上帝神运行伫水面顶头，所以上帝神甲上帝话伫创造的时阵就做伙运作。第二个呢，旧约先知的工作，先知要讲上帝话，诚做上帝代言人，头一项代志一定拢经验着圣神的感动。所以先知要讲话以前讲上帝神降临伫我身躯顶，互我讲出伊的道理。伫先知身躯顶，话甲圣神结连做伙。
第三个嘛，咱搁较清楚的故事，耶稣家己，耶稣要出来做工宣扬上帝话以前，受试探，甲行洗礼，这两项代志拢是圣神催逼伊去做。特别耶稣受领洗礼的时阵上帝神若像钱降临伫个身躯顶，所以耶稣就开始有能力宣扬上帝话。最后一个例，咱嘛足熟的，《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的经验。圣神降临伫使徒的身躯顶、学生的身躯顶，因就用无共款的母语，对所有的人宣扬上帝道理、耶稣过活的故事。所以上帝话甲上帝神袂当分开，这是今仔日咱头一个最要紧学习的道理。我伫20几年前头一摆，甲学生、亲爱的学生去原住民的山顶，去出福音队去拜访。结果迄个时阵，原住民的教会拄拄有灵魂运动，真有意思。阮暗时咧聚会时阵突然有一个先知走出来，讲伊要讲道安尼啦。阮只好歹势都来互伊讲嘛。这位灵魂的先知就点讲道讲点外钟讲点外钟你为头听到尾，毋捌听到上帝，嘛毋捌听到耶稣，干那讲圣神，一直讲圣神，圣神安那，圣神安那，然后呢，差不多拢连骂人恁爱啉酒恁安那，恁拢无要去做礼拜恁贫惰先知咧指责人，这无奇怪。但是上特别的所在是，你听伊的道理，无上帝无圣神，无上帝无耶稣，敢讲圣神。今仔日加勒泰培训提醒咱足要紧的道理，经验着圣神一定甲上帝话福音结连做伙。今日咱学习第二个真要紧的道理，领受圣神爱有甚物款的态度？这点嘛真有意思，因为为今仔日开始，咱一直读落去第3、第4、第5章、第6章，拢咧讲圣神。所以圣神愈来愈要紧，嘛正做保罗咧传达自由的性命。基督徒过一种自由的活命，上要紧的要素就是圣神。圣神是风，是气，是自由的运作的神。伊会带来气力，带来活泼的力量，这拢咱知影。伊伫世界，嘛伫教会运作。安尼咱要怎样理解圣神甲咱的关系？学者库萨，伊伫即段经文的分析中间，伊讲4点，我感觉伊讲啊足有道理的，所以我最后用伊分享的即几点，甲大家来做一个结论啦。库萨讲圣神的临在，这甲咱拄仔第1点有关的。伊讲圣神的临在，就是甲即个基督受定的宣讲是绑做伙的。伊提醒咱讲，加勒泰信徒其实是真多元的，因可能有足侪无共款的经验。有个人过去伫罗马传统宗教大汉，可能也活伫迄种受控制、惊吓迄种的文化内底。当要开始进入新时代，伫遐未晓，毋知影要安怎行。有个人可能搁伫创伤中间，还行袂出来。但是有一寡人已经经验着圣神的气力，已经行过迄个不遮长的一个信仰道路，已经找着教会做因的厝，安稳伫遐过信徒的生活。所以
信心的经验是多元的，这点是足清楚。哦，咱今日插花，给咱的姊妹、咱的同工用多元丰富的这个花咧表达信心，临在迄种的无共款哦，多元的迄种形态哦。但是保罗足清楚讲，神的临在带互恁改变，创造一个新的社群，也互恁成做有活命的一个群体。头一点，保罗提醒因，这个是因为基督受定的宣讲所开始的，毋是因为任何特别的仪式，还是甚物经验。这对咱今仔这个时代其实有足要紧的启发。咱今仔这个时代足侪混乱，咱拢活伫一种冷淡的文化、物质化的生活，所以大家拢咧追求活泼的快乐。若有甚物所在，互人感觉温暖，感觉有活命，咱会受吸引。所以伫即个时代，圣神变做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口号。追求的人拢真实，但是有可能去互曲解去。有真侪时阵，追求圣神煞变做某一种特别的仪式。我毋知影大家捌听过无？十几年前，伫台北遮一间真受注目的教会，讲圣神临在的一个记号，就是每一个人拢会吐安尼啊。然后去教会头一项代志，每一个人拢分一个塑胶袋仔、塑胶袋啊，要互你吐安尼。圣神爱变做即种奇奇怪怪的仪式，是讲咱变做讲爱讲某一种特别的语言，才叫做圣神临在。毋是讲方言听有时阵咱用的语言嘛，变做一套用特殊的用语，咱才感觉讲迄只叫做圣神。是讲，都爱安怎才叫做有圣神的同在。结果上帝的自由甲主权无去啊，袂记得去，变做人做中心。所以今仔日，保罗提醒咱，提醒加拉太信徒，超侪圣神头一项爱倒转去到福音的信心。同款第二个真要紧的道理，保罗讲圣神甲肉体是对比的，这嘛是真有意思。对保罗来讲，圣神引带咱进入新的时代，肉体是要停留伫迄个旧的。要互人受奴隶的时代，所以保罗讲，恁着爱做出选择。咱搁读落去，读加拉太，搁读落去，你会注意到真有意思的所在，就是保罗用肉体这样代志，在批评一寡歹的代志。伊用肉体的恶行来讲人的生活。后壁到第5章，伊会讲恁淫乱、垃圾。怨妒、酒醉、行邪、行邪术等等，伊有讲真侪只人的歹的代志。但是另外一方面，咱也注意到，伊嘛用肉体咧讲旧的律法，甲旧的这仪式，亲像割礼。所以这点也互真侪学者特别苦煞提醒咱，信仰的迄个对敌，毋是干那遐歹代志尔，遐恶行啦尔。有时阵宗教本身嘛会变做一种肉体性的物件。肉体性伫保罗来讲，就是一种控制、压制，是讲强迫人一定要安怎即种的做法。保罗伫几若张批信内底拢讲，圣神就是自由。哥林多前书伊讲，上帝神伫搭就有自由。这足水的话，相对的，保罗讲肉体就是代表安怎？
也可能用一种旧的方式，要叫人受控制。这是今仔日有一寡即个带有一种咱讲较世界宗教学用的语言啦，吼，讲基本教义派即种教会内底，还是宗教团体，咱拢可以看到即种做法，奉上帝的名，结果还佫想要共控制，要共压迫，这互咱爱真细腻，真细腻，咱即两礼拜看到即个新闻对无吼？台湾一个艺人叫做吴宝，走去日本去共乱握油对无吼？握油祈祷，去用掠去关。握油毋是毋对，咱拄啊圣诗185首，佫有唱着上帝抹油吼，抹油是宗教仪式无对。但是因为某一种宗教想法观念，煞凊彩看了欢喜感动，就要共握油吼，这当然表示讲，伊已经信仰已经扭曲去啊。灵是自由，肉体是控制，这啊，甲咱真好的提醒。第三，库萨甲咱讲，圣神安尼真正是代表什么？到底加勒台信徒体会到什么？当保罗讲受苦，也讲到行神业的时阵，到底这是咧指什么？圣神的活动带来改变，但是圣神到底代表什么？库萨甲咱提醒。咱毋通将一寡特别的现象当作上帝活动的确据，就是咱拄仔讲啊，一定有一寡外在行为才叫做圣神同在，爱有医治啊，会晓讲方言，还是讲会当吸引足侪人的活动安尼吼。相对的，库萨嘛讲，无有这物件就无圣神吗？两边拢真要紧，是啊毋是，拢值得咱来思考。咱接续落去，搁读保罗的批信，咱就知影，保罗甲咱讲，圣神真正临在，大概只有两个足清楚的记号啦。头一个就是人会告别基督是主，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只有人告别基督是主的时阵，就是圣神甲伊同在。第二个当然就是咱加勒泰读到第5章会讲到，你有结出圣神的果子啊无？仁爱、欢喜、和平、忍耐、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所以领受圣神，较毋是一种什么才是什么款的现象才是。较要紧的是，你有活出基督甲圣神的果子啊无？德国学者 Caseman 嘛提醒咱一个最要紧的观念，伊讲圣神若讲唯一有一个特质吼，就是热情啦，passion。咱拄仔讲受苦嘛是即个活命充满热情嘛是即个 passion。Caseman 讲，若无热情，教会就无活力，圣神就慢慢无去。若有热情，教会就活力；有热情，才有基督徒的自由。所以这点咱慢慢来学习思考，要怎样伫教会中间、伫信仰群体中间经验到热情？迄个热情代表圣神的同在。最后一个小点，第4点，库萨甲咱讲，圣神的临在要进入整个的社群。过去有了圣经内底，咱看到圣神临在，常伫迄个少数的领导者、先知，圣神甲先知同在。但是到后期的小先知已经指出一个最要紧的概念。新的时代若来，所有的人拢要领受圣神。特别上出名是先知用你第2章，伫遐讲，
见若有血气的人，拢要领受圣神。老人、囡仔、妇女、查甫人、查某人，所有的人，新时代若来，所有的人拢要经验到圣神。咱今日经文中咱看见加勒台信徒是头一批经验到圣神临在伫因中间的。望圣神的气力，也要进入咱的教会，进入咱的群体中间，带来热情，带来新的画面甲气力。也望咱会记得保罗最要紧的提醒，圣神的临在，甲福音的宣扬上帝的话是分袂开的。有上帝的话，咱就经验到上帝的神；有上帝的神，一定会去认真敲做上帝的话。这是咱真要紧学习的道理。也望咱继续在读加拉太的培训的中间，对圣神的道理更较深的明白。咱做伙压头来祈祷。阮天听人上帝，阮今日通过保罗的培训，思考圣神伫阮中间的工作，圣神的临在对阮的意义。恳求你将圣神也赏赐伫阮中间，互阮每一个人经验到对圣神遐来的热情甲气力。伫阮无论所做生活、工作、服侍，拢会咱因为圣神的同在，充满新的气力甲愿望。也无袂记得通过上帝你的话来，更较深认捌圣神临在的意义。求你甲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也继续陪伴阮所行信仰的道路。献上感谢祈祷，各自耶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24首，624首，耶稣要带路，请起立来吟。请坐，即马是公道的时间，即是咱要为着下面的代志来祈祷。第一，为主日学升级礼拜甲学校开学学习；第二，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报名甲9月6号开课；第三，为着中南部水灾农损福建灾区的复原，请咱三甲出声同心来祈祷。
即马请郭会员即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听从灵命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赏赐阮新的主日，互阮会当甘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祈祷。主啊，阮要为主日后的星期礼拜献上感谢，感谢你看顾每一位囡仔过去一年中的成长，也感谢你赐予教会有侪侪有爱心的主日学老师甲同工的陪伴。伫这充满挑战甲变动的世代，阮知影儿童的信仰建造是何等重要。求你赐予要升级的学生，继续伫主日学中明白你的话甲真理。坚固因的信仰，赐予因面对世界时有智慧甲分辨的能力，互因行伫当行的道。后礼拜学校要开学，嘛求你保守学校的环境，互学校会当成做互囡仔安全欢喜学习的所在，互因不但伫知识成长，嘛加添互因好的品格，有责任心甲疼人关怀社会的心。主啊，阮嘛要为教会圣经学校秋季班的报名，甲后礼拜的开课来祈祷。求你感动阮，也赏赐阮希望你唯一的心，会当分别时间来学习。也求你保守带领所有教课的讲师同工，互因伫备办课程的当中，有你的智慧、快乐甲欢喜。嘛求你带领参加圣经学校的时，不但互阮加添阮对圣经的热爱，嘛会当明白你的心意，用你所教示的实践伫家庭、工作、甲学校、教会中，互阮真做荣耀你的见证。阮特别嘛要为中南部因为水灾受苦的居民甲农民来祈祷，求你怜悯因为大雨淹水甲受损害的家庭，安慰因的忧伤甲着急。保守灾区的居民的安全，甲互因有够野的生活所需要的，也求你赏赐救灾的人，甲地方政府相关的单位，互因有智慧、体力甲疼心，互救援、清理甲中电的工作会当顺利进行。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农作物受损的所在，互因面对收成受损的农民。互因会当得到够野的资源甲支持，帮助农地恢复，赏赐好的天候，互土地会当重新种植。愿政府甲社会会当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受灾的互需要的家庭，甲受灾的居民会当早日恢复安定的生活。主啊，求你互阮用灵敏的心，互相扶持甲带导。愿你的恩典临到阮的教会、家庭，甲台湾每一个所在。愿安尼当心祈求、感谢甲仰望，拢是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咱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通知的事项，大家看，我来读。第一点，儿童主义学今日举行升格礼拜，邀请黄春生牧师祝福。第二点，参加第二场礼拜兄弟，会当伫美院招待的所在索取月电奉献袋仔，方便年底开奉献证明。第三点，9月19日1日游览取消的通知。第四点，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祈祷会，同齐为上帝国来祈祷。第5点，9月13日下晡2点，邀请外交部政务吴处长来分享世界的台湾，欢迎来参加。第6点，2016圣经学校秋季班要伫9月6号开课，欢迎参加。第7点，台湾新学院新学系新学期要伫济南教会开5门课程，欢迎兄弟报名参加。第8点，济南教会甲马街病院2026 BLS 正教班9月12号下晡1点来开课，欢迎报名。过来具体的消息，赖慧丽长老、李宗平兄的囝明达甲新妇玉贤8月20号伫台病院平安生产，母女平安，恭喜！其他教界消息、大道的事项、顶周的奉献、本周聚会以及侍奉者安排，请咱家己看。续来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大家平安，我来介绍，咱今日有人客伫咱中间吼。大安教会王佩香，欢迎他。我有看见咱教会青年去德国读书倒转来，林家林家伫咱中间，请伊起来，咱甲欢迎爸爸詹忠兴牧师嘛，做伙来做礼拜，欢迎你。谢谢咱请兄弟彼此平安吼。做伙来吟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来吟。第七段，请李牧师来祝祷。
愿上帝平安，包括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甲工作，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密道闭会，新来的朋友到前庭，牧师长老会介绍，其他的会友到中庭地饼会。